好啦，咁啊星期日當然咧，今個禮拜日都特別啲㗎，有幾場英超賽事㗎，我哋同大家分別傾下啦，仲要有場大戰添啊！不如先講咗呢場先啦。史雲斯主場出擊啦，呢個利物浦嗱呢場波之得意咧就係佢哋領隊啦，利物浦領隊羅渣士就翻去史雲斯對住一隊佢教咗幾年啦，而家真係有毛有翼啦呢隻鵝啊！其實都即係羅渣士咧真係居功至偉㗎。咁但係近期嚟講都 OK 㗎，呢個史雲斯咧近5場即係輸過一場波，0-1輸俾曼城，其餘咧都賽事都贏㗎。其實尤其是最即係佢哋亦都其實早前對過利物浦嘅，作客3-1聯賽杯贏利物浦啦，主場1-1和車路士，同埋作客和咗呢個修咸頓。哇！嗰場對紐卡素打得好，直情係打得好。當然亦都多謝紐卡素近期啦，大家要留意紐卡素近期個防線好曳，同埋集中力唔夠。咁啊，亦都見到史雲斯真係呢班波係穩步上揚。咁都係利物浦啦，都係用反覆嚟形容啦。佢主場2-2和年青人。其實呢場波又係抵鬧抵打，只要佢一贏波，無論你贏2-1好1-0都好啦，只要根本已經出咗線，你下 round 唔使踢啊嘛。嗱呢啲咪抵鬧咯。所以個防線都係有少少問題存在。咁就之前嗰週聯賽抵讚啦，3-0贏韋吉。咁但係作客亦都係和咗車路士。咁近期唯一一場輸波就係0-1輸俾安捷。但係嗰場波咧，利物浦係全數差唔多以全隊都係副選球隊，亦即係球員迎戰嘅。咁啊，主場亦都和紐卡素啦。傑仔呢場有咩諗法？都會睇好入球大啦，因為大家個踢法，即係好似師兄對師弟咁啊。係。咁你話阿羅渣士一定熟悉晒史雲斯嘅運作同埋啲人腳㗎啦。咁你話呢場波睇翻個指數都係利物浦一定讓㗎啦，讓平半嘅。咁啊，到而家都係平半，入球大細2球半。我覺得睇翻有機會取入球大啦。如果大家踢法一樣嘅，我覺得應該幾多空位去入波嘅。所以我覺得同埋亦都睇翻利物浦人腳踢法一樣，但係始終人腳係技一籌嘅。我覺得就反而睇好入球多呢場波。即係老實講，如果你睇我睇歐霸杯咧，同阿傑仔嘅諗法都似嘅，就係你睇咗歐霸杯咧，其實我都估錯以為咧利物浦會盡量出啲主力打贏咗佢算㗎，即係嗱臨。點知佢都好似有啲保留咁啊？唔知係咪為聯賽留力？為咗聯賽啊？係啊，為咗聯賽留力。咁當然啦，聯賽都好緊要，聯賽成績一唔好就隨時聞到魷魚香㗎咯喎，大佬。咁呢場波亦都啱嘅，傑仔嘅諗法就係話，即係大家嘅睇法就係話，史雲斯主場又係一定攻㗎啦，唔使講㗎啦呢班波。咁個問題就係話利物浦，如果你肯攻，利物浦肯做衰仔。打突擊同埋即係咁樣用咁熟嘅踢法，其實反而史雲斯個後衞嘅嗰個後防線嘅空檔咧，對於利物浦3個快嘅逆風前鋒蘇素啦、史達寧甚至係蘇亞雷斯都係好啱晒踢，係啱晒踢㗎。單對單啊，人少打人少咧，絕對有着數。所以呢場我簡單啲入球大算啦，同阿傑仔嘅睇法一模一樣，係入球大算啦。好，跟住去到呢場啦，就係修咸頓主場出擊紐卡素。咁就如果以近況嚟睇，兩隊差唔多。不過人哋修咸頓喺呢場廣末大戰就贏咗呢個昆士柏流浪，突然間就拋離咗呢個昆士柏流浪。而家昆士柏流浪真係得4分，我唔知想點嘅，即係其實得個分數。咁但係修咸頓咧而家 OK 啦，咁叫做贏翻場，但係都唔代表能夠安枕嘅，因為佢哋其實都仲係即係降班威脅啦。但係紐卡素個問題喺邊度咧？個後防線有問題，我覺得嗱兩大問題。第一咧，阿傑仔，我哋覺得佢其實嗰個叫咩前線嘅入球力個點係多，但係唔 fit 係最慘。靠嚟靠去就單巴巴牙。柏比斯今年咧呢個黑雙殺期就廢咗，今年就冇狀態。賓艾化咧亦都係啦，狀態一般般。咁你見到歐霸杯主場嗰場晨早贏1-0啊，對住唔識作客嘅馬里迪莫。你無論你冇得解釋㗎啦，呢場波喺主場踢，大致上嘅人腳都齊，即係雖然丹巴巴打後備啫，喂大佬啊都守唔到啊，都1-1喎，真係講唔過去喎，即係紐卡素近期嘅狀態，上個禮拜聯賽輸完俾史雲斯，我哋都睇好史雲斯㗎，嗰場波受讓，仲要贏埋對韋斯咸又輸埋，睇好邊隊有啲？即係咁細完啦，贏咗昆士柏流浪，同埋睇翻主場都係而家暫時任平，總平半，三隊任平半，一個大細2球半，3球到而家冇變。咁然三隊讓波，但係我哋話齋紐卡素真係好反覆，同埋作客都比較弱啲啦。
所以睇修咸頓贏波啊，主場。我都唔知紐卡素點搞，近期嗰個防線有啲問題㗎，即係你睇到佢咧場場失波㗎，即係大家會記得上屆有一段時間咪打得好好嘅，個防線打得好啦，尤其是防守中場嗰度打得好。咁呢個亦都無可否認啦。今年如果睇翻個人腳上，安尼達雖然過咗嚟啦，但係咧迪奧提啊，大家都記得啦，呢個科迪亞嘅中場國腳咧，佢嘅缺陣同埋卡巴耶嘅缺陣咧，係影響咗成隊紐卡素個中間嗰兩個位啊，即係而家變咗。所以紐卡素個防線咧，唔能夠咧喺中場已經得到一個舒緩咧，其實呢個係好大嘅關鍵。所以呢場波有主場之利，踢法直接都咸頓，唔係睇佢上一仗 O K 啊，打軍事巴流浪係嘛，打得 O K 喎，讓翻平半都要去啊！好，呢場大戰咁啊，大戰前易帥，近況相當差嘅車路士，上個禮拜之輸波之外咧，仲要歐聯。其實咧，我先要問下傑仔先，你覺得迪馬提奧被炒？有咩感覺咧？或者覺得抵唔抵？你覺得佢唔抵啦，好明顯咁啊，純粹係老細決定。迪馬提奧即係始終講上年攞足總杯攞歐聯，你咁多教練未做過呢樣嘢，係咁同埋輸嗰一兩場波就即刻定奪就炒人，即係雖然出微乎其微㗎啦，出局㗎啦。仲有聯賽打㗎嘛？如果忽然之間咁樣換帥，都幾影響軍心啊！所以我如果喺我角度，我覺得唔抵啊。但係有傳啦，甚至有消息講就話佢嬲得滯啊，話唔出托尼斯喎。係啊，咁即係咁樣搞法，真係冇人嚟教㗎咯。你睇大家睇報章都睇到近期車路士炒教練，差唔多去到雙位數咁滯，你話幾犀利啊嚇！咁但係啦，佢而家請咗賓尼迪斯啦，就大家會不嬲有啲寄望，就原來車路士炒新教練之後咧，頂一頂替嗰個都有啲料子，即係或者順啲啦叫做。大家記得之前格蘭特麻麻地料子，但係都打歐聯決賽係嘛？咁啊，安察阿史哥拉利被炒之後，其他啲希丁克咁樣又可以頂到，又攞總杯咁樣。咁啊，我而家即係好懷疑，其實佢點解要請賓尼迪斯咧？可能老細就話：我既然咁中意托利斯，佢當年教托利斯咁 fit，我不如請佢翻嚟搞掂佢啦。我相信呢個應該好大嘅好大咁樣啊！真係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另一個方面就係而家因為無獨有偶，而家車路士本身係多西班牙兵，同埋個踢法上。呢個艾巴莫爾治咧，除咗攞咗冠軍之外，佢另一個諗法就要希望踢得好睇，踢得漂亮。咁佢又成日想崇尚西班牙式嘅進攻，所以請賓尼迪斯亦都可能係呢個選擇。咁即係曼城近期回穩翻啦，就近5場2勝3和，咁大家都唔需要再多講佢歐聯嘅表現啦，即係麻麻地嘅啫。但係聯賽還好，衰極有個譜，就5-0贏咗維拉，同埋2-1贏咗熱刺。哇！你唔好話佢衰佢又翻榜首，唔係始終喺英超咧，佢就超班啲個人質素都超班啲啦，係嘛？喂，呢場點睇啊？大戰嚟，入球大啦，唔諗啦，因為睇翻個初盤指數就車路士人平半，入球大細2球半3球，而家就轉晒啦，咁啊平手嘅啫，入球大細就升到上3球。因為睇翻就唔使諗啊，你車路士你又要取悅老細踢進攻足球。咁啊，曼城更加唔使講啦。睇翻佢作客，除咗面對死守韋斯咸0-0，場場波都入波嘅。咁啊，大家對攻之後，大家前鋒咁有質素，即係隨時都攞到入球嘅。所以呢場波我唔知邊度贏，但我覺得會大手。再者呢個曼城亦都係啦，個防線雖然話車路士水啫，佢都冇得幾多噶啦，係咪？場場都失波咁滯嘅，即係對住啲弱隊都幾乎失波噶啦。咁就而家仲有好搞笑嘅文仙尼轉嚟轉去，你轉3中衞都冇用嘅，唔知點轉嚟轉去古靈精怪咁樣玩下手。其實兩隊而家真係大家都興興地噶啦，喺歐聯打到咁樣，專注聯賽噶啦，係噶啦。咁所以呢場波就同傑仔嘅諗法一樣，入球大就最上算，唔好搞咁多嘢啦嚇。好啦，咁啊呢場嘅大戰講完之後咧，就去到熱刺對住韋斯咸啊。假假地都叫小倫敦打比，冇咩人注意。但韋斯咸近期 O.K. 㗎，咁場只係輸過一場啦，1-2輸俾韋根。上個禮拜1-1和咗史篤城，其實我都話有睇晒啦，嗰場波禮拜1晚上打得好嘅，其實嗰班波真係好多機會。咁啊，再亦都贏紐卡素啦，咁啊主場都和曼城，所以其實近3仗聯賽都不敗嘅。熱刺班波，我而家覺得第3個要炒嘅應該魷魚香就係保亞斯。嗱，我又唔覺得佢完全即係一個好差嘅領隊，但係有一樣嘢佢就唔識得叫睇餸食飯。你唔係一個理念就係所有球隊都行得到噶嘛？熱刺又係用翻嗰套啦，全場緊逼，推上前場，成日個後場又唔夠後半段唔夠氣，
後場太少人，因為環島對住拉素，大家悶戰一場嘅啫。嗰場波，不過當然嗰場波其實互相都好多個機會啊，把握唔到。2-5輸俾阿仙奴就打少個啦，艾迪巴約呢場就要停埋賽。好啦，對住曼城又係守唔到啦，尾段1-2輸波。近期唯一5場，唯一一場贏波就係對住弱隊馬里博爾3-1贏波。傑仔呢場波點睇咧？呢場波咁熱刺啦，因為睇翻個指數雖然縮啊嘛，早盤1球又個大細後半3球，而家縮到係半1，都係睇好熱刺啦，因為韋斯咸又係即係比較弱啲啦，作客你叫做贏咗唔 fit 嘅紐卡素同埋昆士柏流浪，其他對住啲史雲斯啊嗰啲佢都係輸嘅。咁我覺得熱刺呢場波即係有機會入翻正途啦，所以我睇好熱刺贏，同埋最緊要係阿迪巴約即係停賽會出迪科爾，出迪科爾仲好。迪科爾你係啦 ，keep 不停咁強調迪科爾係當 fit 嘅，點解成日都唔出去？咁呢場波一定焗出去噶啦，所以我睇好熱刺贏波。甚至我覺得熱刺某程度上無端端點解會突然間下滑咧？就係、本身你打好咗個體系，明明迪科爾揼落去，佢又無端端收起迪科爾，就出艾迪巴約，跟住上一場仲得意兩個一齊出，你根本成個和諧，即係嗰個陣營嗰個協調性咧已經打亂咗。咁反而咧，你出咗迪科爾隔離巴爾嗰啲叫阿朗連動嗰啲，咪仲好？快得好快係啊！所以呢場波除咗阿傑仔睇翻主隊，即係覺得熱刺有機會贏翻之外咧，我就個入球大，無可否認。即係韋斯咸咧作客都有一定嘅入球能力，尤其是佢而家打即係中鋒咧卡路爾對住熱刺嘅後防，成日啲高波都有着數。再者後上嘅路蘭、洛保呢啲都有機會隨時入波。睇到佢就算之前輸俾韋根啦，輸1-2啦，佢就算即係其他賽事咧，佢抓贏昆士柏流浪，佢都贏2-1㗎咋。所以其實佢都有一定嘅入球能力㗎。所以我自己呢場波除咗傑仔睇好嘅主隊熱刺之外，我亦都睇好入球大。